这个新闻来看，屏东的垦丁一年一摆这个音乐盛会，台湾一站的起鼓有5大舞台，规百左右乐团，先带3天一日大湾游乐区演出，歌迷是有够欢喜。歌迷对着节奏做回声，垦丁年度音乐盛事台湾节第张盛大登场，5大舞台900组乐团，先连续3天带来精彩表演。根据统计，头一日的起鼓都来到4万人次。人济难免会出现乱象，有人直接坐伫草坡，或是大布棚忝啊，就困踮涂骹。有查某囡仔是欢喜甲啉烧酒，水甲连徛拢徛袂在。这波金条也影响到附近的垦丁大街。规条街路一点点烧一烧起，通常是话甲大细声，声人起来比。每一年都是这个时候人最多，几乎都是人潮很晚嘛，都可以到很晚。人很多。是不是很久没有这样子了？没有这样啊。真无简单，等到这侪人去，店头街哪互阮采访，手拿无闲。根据统计，连假首日南下车流高达48000多辆次。今日早起，东港码头外出现着返乡的民众，甲出去佚佗旅客，排队就真的奥多摆是排过6公里长大塞车。当然，后准时也拢插满车辆。预估来小琉球的人潮将近会有快要2万人左右。对于6点半开始，小沙就出现金条，想要坐船，上无就要等半点钟到1点钟久。根据较早经验，连假第2天可能会是上济人订到的一天。小琉球的金条估计来到最高峰。连假甲音乐节成功有关南台湾的观光金条。当地业者也希望这波旅游的热度会当继续保持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